两个怎么啦？某某他都没有说一声，就吃了我的面包啦。某某，在吃别人东西之前，应该要先问问对方啊。譬如说，我想吃面包，做得么？做得么就是可以吗？没错没错，彤彤姐姐说的对呀，应该先问问对方，做得么？不可以自己吃掉啊。哎呦，我想说，我们是好朋友嘛，不用那么客气的啊。某某，即使是好朋友，也要注意礼貌才行啊。而且只要你问过亮亮，亮亮一定会很大方的跟你说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请吃。没错没错，只要某某先问过我，我一定会大方的请你吃啦。谁说的？我上次明明看到你自己偷吃好吃的饼干，都没和我们分享啊！这个对了，彤彤姐姐，你刚刚说的客家话可以再教我一次吗？我想要多练习几次哎。当然好啊。好，第一句是做得么？可以吗？做得么？可以吗？接下来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亮亮，你刚刚还没回答我的问题耶。哎呦，我现在在学客家话，很忙哎，暂时没有办法回答你啦。做得么？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彤彤姐姐，请问我想要这个香蕉，做得么？没问题，送给你啊！谢谢彤彤姐姐。不过告诉你哦，那是假的，不能吃。某某，听说你买了一本很好看的书哎，可不可以借我看？做得么？没问题，我明天就拿来借你了。谢谢某某。不客气。做得么？没问题。这两句客家话你学会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